天氣開始有啲熱，就會想食凍嘅甜品。今集介紹嘅蜂蜜白涼粉杯，唔使開火，撈一撈就搞掂，而且極低卡，90% 嘅成分都淨係水，但係雪凍咗嚟食一樣非常過癮又好食㗎。咁我哋就開始整。準備2個容器，我呢款每個大概180ml 度。喺每個容器度加6g 嘅白涼粉，唔同牌子嘅白涼粉比例可能會有啲出入，可以睇返包裝說明嘅比例調節。我用嘅係呢一款。再各倒入150ml嘅滾水，最好係啱啱煲起嘅，咁樣先夠熱去溶嗰啲白涼粉。起初攪嘅時候會混混濁濁咁，盡量要撈勻啲，先至冇咁容易沉澱，影響口感。要搞到咁樣變成透明嘅，然後室溫放30分鐘，主要係想放凍啲先放入雪櫃嘅啫。30分鐘之後已經開始有啲凝固，冚好放入雪櫃，雪2個鐘或以上。最後淋上蜂蜜，就完成啦！集低卡易整冰涼好食於一身，即使喺減肥期間都可以食嘅甜品，晶瑩剔透，睇落就好消暑。除咗今次做嘅原味，之後我會分享更加多白涼粉嘅食譜。有興趣記得訂閱懶人廚房嘅頻道，先唔會錯過最新嘅影片㗎。